会有龙卷风哦，小型龙卷风，更烈风，更烈风，哦，啊，恁即拢咧等啥货？等你飞机啊！哦，中飞机哦。飞机到了我明年到什么方向，就是政府就是在采种方向。哦，是啊，对。你等你机。哦。我自早等去啊。哦，原来是咧等你机。看方向安怎？哦。倒会变，就是明年的政府就是就徛迄个方向。哦，是，哦，这。哦，第一年。感恩，老师。啊，无迄个无，迄自早考了无。就是等你机啊，等你看要倒这边啊，倒那边啊。往前中尾等啊。哟，啊，两块，伊若倒西，你经过就徛西边。哦，是。啊，倒东就徛东边。哦，是，经过啦啊。哟。经过。诶，有雨呢。有啊。你早看有雨？有哦，伊早有落雨呢。啊，3天啊，袂落啊，到早落。哦，去过当兵的安尼。去过当兵啊。有，即马看这个经过明年经过要徛啊。哦。伊若到这边，伊就徛往西。哦，是，经过啊，徛伊就看伊身体做安怎对啦。是，看经过。经过。哦，你唔知这支个来源是安怎？哦，是。啊，你讲倒南边安怎？啊，倒南边，明年经过就徛南边。哦，安尼哈。哟，即摆是这支倒住。倒北。有。哦，是，咁啊，咖喱是咖喱东家爱等呀。哦，去小龙泉。安全啊，中。等你方向看边安怎啊？伊边那个就会干。住旁部迄中迄支，住旁部迄支中迄支哦。真徛一支，啊，等会我倒看是要倒安怎，咱唔知。唔知啊。对啦，即马看这个关系啦。哦，咱要继续倒桥，你若倒北，你就直接徛北。哦。哦，家里金堂店哦，3年一科的五朝王教大典哦，最后一天烧王朝，恭送代天行寿回天庭。烧王朝大概10点半以后就烧了，烧了以后，然后神教正头绕了好几圈呢。新歌顶头跟那谁3年哦，哦绕3圈了啊，然后大家在等哦这个主桅杆哦，王船中间那个最大最长的主桅杆，哇新年来啦！哦，哎呦，你有影啊？捌看消防船对了，哎对，咖喱去安讲迄，俺捌看消防船，啊这咖喱，这咖喱金堂店的消防船，哦哟，啊保庇平安哦，大家大趁钱安尼，身体健康哦。哦，主桅杆啊，哦，中飞机啊，
好像东边那就建教的时候才竖立登高就要在东边竖立，好像北边建教的时候竖立登高就要在北边建竖立，好像西边依此类推，西边登高，好像南边就在南边竖立登高。是哦，咖喱西港啊，差一档呢。今年咖喱啊，好妈呢，西港乡台湾第一乡，好，你好消防船哩。哦，好声了了，西港诶，哦，好。请问迄敢有可能同一个方向？个倒方向无人知。敢有迄经验？无唔知。我感觉发生过代志，敢有同款的方向？嘛捌倒迄个连庄诶。哦，连庄迄个叫做连庄啦。伊嘛当兵。哦，倒连庄诶。我嘛知啊，讲要倒到时要拗就要拗啊，你我唔知。迄个叫连庄啦吼。哦。嘛捌倒连庄诶啊。嘛捌倒连庄啊。安尼有了解哈。谢。感恩啊！一届拢有3位潜水啊，潜水。一届有三尊的潜水。来出5尊的，哪里5尊的潜水。我袂念。主副潜水、因副潜水啊，雷副潜水。要了解这年拜头前。小副潜水、金副潜水。哦。你金东殿有5副潜水。合作咗金东殿加清朝乾隆时代，嘛平定林爽文事件，嗰渔民哦，受到国家政府嘅钦定，设立了做渔民碑啊，搁下马碑，搁封这个庙做金东殿。乾隆时代，家里蛟龙村的人民帮忙平定林爽文事件，做团体欢事义民碑，还有下马碑，还有赤峰庙为金堂殿，3年1科王船吊唁，最后一天有烧王船。迄落，较早有一个电话条仔查诶，迄较怕，所以倒落较紧。啊，即若互伊落去啊，倒落较慢。迄查诶款诶啊。哦，用甲伊落去诶，足好诶。我看迄个听倒诶。啊，你偌悬我来无啊？我唔知，我